社头人讲，社头三项做：麦仔、芭乐、董事长。社头麦仔的生产曾经占台湾的7-8成，直销加上代工，上辉煌的时期会当安尼讲，咱无法度全世界行透透，但是全世界只要有人穿麦仔的所在，社头的麦仔拢会去到位。面对大国大量生产、亚价计销的冲击，社头这间麦仔观光工厂应对的办法，就是自创品牌，提升品质，用品牌甲品质当作内外销的市场竞争力。可能当年世界第一的光彩已经成做历史。但是社头人总是认为，只要金头有原在，唔惊树尾做风台。有一天，实力会当证明一切。这段是一项咱生活当中熟悉又搁生分的物件。过去经济奇迹的年代，这段甲社头的麦仔，拢是有功劳嘛有苦劳。但是面对世界市场的冲击，拢同款。新、快速、美观大方、有品质的设计，就是面对世界市场变革有力的方法。秀水一间介绍台湾水资源的观光工厂，伊的本业是曾经占世界第一销量的水道头，如今嘛是面对产量甲价格的竞争。伊的方法是为高端的客户生产高端的精品。这个中华观光工厂因形成联名，互相帮衬。目标是带动中华的观光，每一个行业会当变作一丛大树，一片松林自然形成。过去的观念，生理小厂做，中华人甲咱讲，相挺生理才做有出路。